9月23日，踏入罷課嘅第2日，學聯將罷課大會移師到天馬公園舉行。每個鐘有3場公民講課，一共大概4000人出席，人數較第1日嘅中大集會少。早上9點，學聯同埋土地正義聯盟等團體大概15名示威者進入行政長官辦公室範圍，打算向梁振英示威。但係一眾網絡媒體同埋學生校園傳媒就不獲內進，其餘主流媒體記者則可以入內採訪。學生記者係咪唔俾入去啊？先生，喺上面嘅指示就係我哋學生記者唔入去。暫時係咁。梁振英出席行政會議前並冇理會門內學生嘅示威。學聯並要求梁振英喺48個鐘頭之內親身到達天馬公園面對群眾，否則就會將行動升級，例如包圍特首辦，甚至禮賓府。我哋今朝去咗特首辦，同梁振英講，你應該要嚟到現場去見學生，去見市民。48個鐘，我哋今朝同佢講話，呢張凳留俾你喺度。但係我哋過咗10個鐘，你見到佢仲未嚟。呢個政權係咪好可恥？香港電視記者林志穎報導。